咱这评委袂该拍分的呢，伊安尼唱了输了什么都位，会使我落台哦。乡亲们说你已经合格了，感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好，花先生、夫人姐，好，谢谢赵伟，谢谢。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啊！这是咱这台湾人咱闽南的咱闽南人所有百姓底下唱一个歌，咱会拍拼，对食好所以从这家乡建设足水的，生活变啊真好好，下面继续来欣赏一个乐器，这乐器是叫做鱼白鱼白知影大鱼白不是假迄个鱼白差这嗰个咱特别咱闽南咱这南音咱叫什么？南管是吧？南管迄鱼白是黄的黄但是其他这鱼白是北白南北之分是徛，鱼白是徛坐大今仔唔坐大今仔是甲徛的大大家欢迎黄珊珊。大家们给大家多来一个预备课，叫做《茉莉花》，送给大家。